今年第21号风台空雷方向搁再向西偏去，这气象署也预告讲，这空雷有机会增强到中度风台上关坎，将有可能会登陆台湾。上今拜二下晡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也若拜三早起呢就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拜四拜五影响台湾上界大，全台湾拢会透风落雨。台东外海风影愈来愈强，海洋一阵一阵拍起来复工的爆发，往回绿岛甲南势的客船，拜二下晡开始停驶，因为客船至少要停3天，离岛的物资嘛透早就再出海。今麦开始涨了，因为连船啊休风台来休不了工。基本上我们跑2趟完就停了，12点半以后就跑完了。空瑞风台目前以1点钟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行，比前一天路线搁偏较西平，嘛靠我台湾。为拜三开始，各地风影会愈来愈明显。北北基甲花东受到外围环流影响，会开始落大雨。目前预测风台中心可能伫拜四暗至拜五早起登陆花东，这2天对台湾的影响是上大。台风在逐渐通过我们的时候，如果它是比较靠近在东半部的这个区域的话，首先会出现豪大雨的区域，就是刚刚提到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东半部以及北部的地区、北部的山区哦。中南部地区可能在台风通过之后，也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。那照这个路线，气象署上紧拜二下晡到暗时啊，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也若着上警报的范围，也要看风台上新的路线。分析师指出，风台的路线持续偏较西边的关键，就是北边的太平洋高压比岸上的还佫较强。所来太平洋高压的强度，也是影响路线的关键。不过，风台靠近台湾的时阵，估计暴风半径已经伫250公里左右，便若登陆范围就会涵盖全台湾。北方的西风槽、台风本身以及太平洋高压怎么去互动哦？这个势力相对来说是比夏天的台风复杂很多，这也导致说康瑞台风它的预测路径是一变再变。民间气象公司预测，风台未来无排除会阁向西边、向南边来行，移步的路线也有变化的空间，对台湾各地影响的程度嘛，因为路线也在改变，所以无法度真明确。气象署的资料显示，空瑞风台若登陆台湾，会是咱57年了后，阁有风台伫11月份登陆。外头看1967年的强烈风台吉达，迄当阵11月18，为花莲到成功之间来登陆。苏当时的记录显示，花莲的灾情真严重，而且有人员伤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